永纳书第1章，永纳违背上主。上主对阿米泰的囝永纳讲：“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，因为因的邪恶我有看到。”毋过永纳想要走去塔西闪避上主，伊落去约帕，拄着一只船要去塔西，就纳船费，坐迄只船甲人去塔西闪避上主。毋过上主互海起大风，风影真大，船强要破去。船员真惊，逐个人爱救家己的性命，佮将船内的蟹米迄落海，互船较轻。毋过永纳已经落去船岛底倒地，困甲真落眠。船长惊活去，甲永纳讲：“你哪会遐好困？起来救救你的性命！伊检查为甲咱保庇，互咱免死。”众人讲来讲去，来抽签，看是啥人惹起这个灾祸。因就抽签，抽到永纳。因问伊讲：“你甲阮讲，你是安怎引起这个灾祸？你是食什么头路？你倒位来？是倒一国倒一族的？”伊应讲：“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主，天顶的上帝，伊是创造大海甲陆地的。”遐个人非常着惊，对伊讲：“你到底有做什么代志？”遐个人知永纳在闪避上主，因为伊有甲因讲。因就问伊，阮着安怎对待你，才维护海平静？因为海影哪来哪大，伊甲因讲，恁甲我掠起来迄落海，海就会平静。我知恁拄着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。虽然永纳安尼讲，船员也顾尽力要甲船过挖岸，毋过无法度，因为海影哪起哪大，因就求救上主，讲：上主啊，阮迫切求你。毋通因为阮互这个人死，煞害阮无命；毋通甲阮责罚，讲阮老无辜的人的罪。上主啊，这一切拢是照你的意思做。因就甲永纳掠起来迄落海，海的风影就平静。遐人就大大敬畏上主，献祭互上主，搁下愿。上主安排一尾大鱼，甲永纳吞落去。永纳伫鱼的腹肚内3暝3日。